大家好，呢度就係澳門賽車博物館啦。咁而家我就帶大家入去睇下啦。好，而家就入到嚟啦。但係你哋知唔知咧，賽車嘅生命源泉係乜嘢呢？而賽車又係點樣嚟移動嘅呢？接下嚟我就會將從賽車嘅引擎、燃油等多方面去介紹啦，從而我哋去思考如何採取一種更環保嘅方法，去使呢種運動步入可持續發展。2014年 F1 做咗一件大事，將用咗10幾年嘅 V8 自然吸氣引擎一腳踢入歷史，換上咗我哋今日見到嘅 1.6 升 V6 渦輪增壓混合動力。第一，佢係高標號嘅，辛烷值超過100，燃燒極度之穩定。第二，佢被強制添加咗 5.75% 嘅生物質成分，呢個係 F1 第一次明確地講到話我要開始環保啦。第三，都係最狠嘅，就係 FIA 為每一輛汽車都裝上咗一把無形嘅鎖，瞬間燃油流量有一個最高嘅限制，係去到100公斤每小時嘅。緊接住落嚟呢，就嚟到2022年 F1 嘅官方就話佢哋唔係得把口啦，要實際上都做啲嘢出嚟。咁於是佢哋推出咗全新嘅 E10 燃油。E10 燃油簡單啲嚟講呢， E 代表住 ethanol， 10% 代表住係 ethanol 嘅含量係 10%。咁你可能唔知 ethanol 呢家嘢呢，其實就同我哋平時飲嘅酒係同一種化學成分嚟嘅。咁所以要真係講嘅話，其實我哋而家燒嘅油呢，有10% 係酒精。咁但係呢一杯酒嘅目的就並唔係要令到架引擎飲醉酒嘅，佢嘅加入反而帶嚟一個更加大嘅問題，就係 ethanol 嘅熱值比汽油低。咁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同樣體積嘅 ethanol 提供嘅能量比燃油更加之少。咁所以啲車隊就好頭痛啦。咁啲馬力可能降嘅喎，咁點算好呢？咁於是佢哋就開始重新優化引擎，提高壓縮比，調整點火時間，重新設計燃油系統。咁個結果呢，就係唔單止冇慢咗，反而就將呢個效率提高咗50% 以上。咁至於點解呢？就係因為 ethanol 有第二個優勢，就係抗爆鎮性非常之好。咁就允許咗工程師可以更加大膽咁樣壓榨引擎，用效率嘅提升嚟彌補咗能量密度嘅缺失。咁而且你就唔好睇少呢個10%，佢就標誌住 F1 正式由含一點點嘅可持續成分，邁向咗大規模使用可再生燃料嘅階段，係一次好關鍵嘅實戰演練。咁於是就到重頭戲啦，接住落嚟。2026年呢 F1 將會喺燃油方面迎嚟一場真正嘅革命嘅。2026年嘅燃油成分唔再係講話要加幾多可再生成分咯，而必須100% 都係一個可再生能源。咁呢種燃料唔再需要依賴石油啦，佢有2種主要嘅製作方法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叫做先進生物燃料啦，而係直接可以用一啲嘅城市嘅廚餘啦去直接發酵提煉嘅，呢種我哋稱之為廢物變寶啦。而第二種就係比較科幻嘅，可以叫做合成燃料啦。咁跟住落嚟會同大家詳細拆解一下點樣從空氣製燃油，從空氣中捕捉汽油。喺呢個過程中可以分為2個大步驟，提煉同合成。但係你可能覺得空氣咁稀薄，點樣可以精準咁將 CO2 攞出嚟呢？其實係有2種方法嘅。方法一，直接喺空氣中布集，想象一個巨大嘅風扇，空氣被吸咗入去，通過一種特殊嘅化學材料 CO2 會俾人捉住，而且其他氣體會放走，然後透過加熱或者改變壓力，呢啲被捉住嘅 CO2 就會被釋放出嚟，變成高純度嘅二氧化碳氣體。喺呢個過程就好似海綿吸水之後再炸出嚟咁樣。方法2，工廠廢氣補習。仲有一種方式就係從工廠、發電廠或者你估啱啦，就係垃圾焚化爐嘅煙囪裏面捕捉 CO2。就例如威納雅公司喺英國做嘅項目，就係從燃燒唔可回收垃圾嘅設施裏面，用先進嘅氨技術將 CO2 捉出嚟。喺呢啲 CO2 裏面，大約有60% 嚟自有機生物質，本身就係生物源嘅碳，所以佢用嚟做燃料，碳足跡就會更低。方法2，工廠廢氣補習。仲有一種方式就係從工廠、發電廠
或者你估啱啦，就係垃圾焚化爐嘅煙囪裏面捕捉 CO2。就例如威納雅公司喺英國做嘅項目，就係從燃燒唔可回收垃圾嘅設施裏面，用先進嘅氨技術將 CO2 捉出嚟。喺呢啲 CO2 裏面，大約有60% 來自有機生物質，本身就係生物源嘅碳，所以佢用嚟做燃料，碳足跡就會更低。第二步，合成，將 CO2 變成燃料。有咗 CO2 仲唔夠㗎，我哋仲需要另一種關鍵嘅原料，氫氣，而且必須係綠氫，咁即係用太陽能、風能呢啲可再生嘅能源，透過電解水製出嚟嘅氫氣，成個過程係沒有任何碳排放。好啦，而家我哋有咗 CO2 同埋綠氫，接下來就係化學嘅魔法。只要有兩條技術路線，路線一，費托合成，亦都係目前最主流、最成熟嘅路線。首先 CO2 會先經過一個叫做瀝水碳氣變換嘅反應，變成一氧化碳，然後呢個一氧化碳同埋氫氣混合就會變成合成氣。接着合成氣被送到一個巨大嘅反應爐，裏面裝住特製嘅催化劑。喺呢個高壓嘅環境下，一氧化碳同氫氣就會好似搭積木咁樣連接成為唔同嘅碳氫化合物，短嘅成為汽油、柴油，長嘅變成航空煤油。歐洲就有個叫 Couple 嘅項目，目標就係將 CO2 轉化成燃料嘅效率做到 92%， 同時將生產成本降低 20%。咁樣意味住我哋嘅碳排放係零嘅。喺2026年呢，仲有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咗，但係都好重要嘅變化嘅，就係測量燃油嘅方式改變咗啦。之前嘅 F1 用嘅係燃油質量流量限制啦，呢個係防止車隊喺短時間入邊呢，將呢個燃油就係不斷地使用啦，無限制咁使用啦，從而就係不斷用咗太多嘅燃油之後，令到佢馬力太高啦。但係去到2026年嘅時候呢，規則就反而將由原本就係計流量變咗做我哋去管能量嘅流量喎。咁其實係咩意思呢？簡單啲講，以前就係你用咗幾多公斤油啦，而家呢就係話你用咗幾多嘅能量，咁上限呢就係3000兆 joules per hour。咁點解要咁樣講呢？因為我哋而家新嘅燃料能量密度可能同之前嘅汽油唔完全一樣喎。咁可能100公斤嘅可持續燃料同我哋之前嘅100公斤嘅汽油都可能會有相差。咁與其管重量，不如我哋嘗試下管能量啊，可能呢個先至係更加本質嘅公平呢。而喺我哋右手邊綠色嘅呢個裝置呢，就係用嚟檢測燃油流量嘅裝置啦。嗱，講到呢度呢，可能就有人問，咁2026年嘅永續燃料性能到底係點嘅呢？會同而家嘅汽油一樣快嗎？官方就好坦誠咁講到啊，佢哋都係唔知道嘅。可持續燃料嘅能量密度啊，理論上可以做到同化石燃料非常接近。低級賽事已經用沙特阿美提供嘅可持續燃料，性能都冇受到任何不良嘅影響。但係2026年嘅第一年，可唔可以一步到位做到完全持平呢？目前邊個都唔夠膽保證，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佢會非常接近，而且會快速嘅發展。另外啊，呢啲燃料仲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屬於即用型燃料。咩意思呢？就係理論上你哋今日開嘅普通燃油車呢，稍微調整一下都可以燒到呢種環保燃料。喺2023年4屆世界冠軍華特爾就做過一個叫 Race Without Trace 嘅項目，可持續燃料驅動經典老賽車，呢啲真正技術下放。2014年，我哋識咗精打細算。22年，我哋完成咗實戰演練。而2026年，我哋將會經歷徹底重生。佢帶來咗一種從空中捕捉碳再還給大自然嘅燃料。佢帶來咗一套
內燃機同電力評分抽式嘅動力系統，佢帶來咗一個更公平、更本質嘅測量方式。但係最重要嘅係佢證明咗高性能同埋永續可以共存。F1 從來唔係關於邊個開得快，邊個開得慢，佢係一直係一座移動嘅極限實驗室。今日係賽道上燒嘅每滴油，可能喺聽日就會通過各種方式留喺我哋嘅車入面，但我哋每一次出行都更加乾淨。F1 燃油嘅3次進化，從動力至上，再去到碳中和。2026年，我哋賽場見，收工。Green Giant，Yappy，啾啾啾。